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真正是细康的无补，大康的就艰苦。台南一个49岁男子，喙齿痛，痛得要1个月，逐工是食8包的止痛药啊。日前突然间，这个胸感啊起痛，痛到昏倒，痛到无呼吸心跳，加在急救室救回转来，原来是冠状动脉，也就是心脏的血管去塌掉咧。 另外，阁有一个45岁工程师，胸坎嘛痛1个月才去看医生，嘛是这个冠状动脉来出问题。医生讲，喙齿痛、胸坎嘛痛、肩胛痛，啊，个人会真忝，拢有可能是心脏的血管出问题，爱赶紧去予医生看。 台湾好像就只有我活着。讲甲真轻松，不过其实这位49岁单身先进前伫鬼门关行一摆。痛了一下，然后跟保全讲了2句话之后就倒了。那醒来就是在1月29号。伊喙齿痛要1个月，大家拢食8包止痛药啊，一直到胸坎痛、昏倒，连心跳拢停去。赶紧互救回来，送病院才检查出原来是冠状动脉倒边的主脉塌掉咧。另外一位担任研发工程师45岁蔡先生嘛，是去病院才发现家己冠状动脉3条的血管拢塌甲真严重，有点胸闷、胸痛。 那当然不是很严重啊，可是这个是持续的。治疗的台南安南病院半年来都处理过4件类似的案例。之后因为这些忽略，然后长期累积，又加上因为是青壮年。 所以常常都会在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。主要拢是做工课时间较长，压力较大，加上困无够。医生讲，若身体出现一寡状况，拢有可能是心脏冠状动脉惊醒。如果你持续出现一些症状，它不是偶尔一下，它是常常持续，比如说持续的疲累，好，或是持续的胸痛或胸闷，或是持续的一些脏器疼痛，哈，那当然这些可能就是在告诉你说，你可能已经发生的这些心血管的问题。 若是有家族史、高血压的病史，嘛要加注意身体，而且加做运动，找时间休困，而且困好饱，才袂互心脏出问题。